大家好啊，又係我 Samuel 啊。琴日咧 PADSS 就開始公布啊，下一個活動咧就係呢個 Mini 啊嘅 Q-NA 合作活動啊，咁佢叫合作啦 collab， 不過咧都係自家鋪咧變成一啲迷你版啊 Q 版迷你嘅角色啦。咁先睇翻咧琴日登場嘅新角色啊。咁咧冇記錯嘅話咧，呢一個活動咧對上一次已經係2022年嘅時候啦，唔知當時大家入咗坑未啦，或者當時有冇抽啦？咁如果冇嘅話咧，都可以睇翻一啲新寵啦。咁應該咧就會係出一部新嘅另外一部扭蛋機。咁琴日公布嘅第一隻啊係呢個火 I 啊嘅迷你版啦，神攻擊 type 嘅6星寵嚟嘅，防風2 SP 2個防坐浮游4式強化 plus。火木同時攻擊，攻力加成啦，5式破防。見到超覺醒咧有呢個操作耐性嘅，咁另外係火木火3屬嘅5 CD 技啦，解 lock 5 turn 之間自分傷害上限解放240億，咁都係720億嘅輸出啦。再有貫通無效強化珠小掉落啊，咁係一個自分傷害上限同埋無效貫通嘅 loop 嚟嘅，咁多式隊可能有用啦。但係嘅隊長技咧就玩4式同埋呢個木火同時發動咧。傷害82% 輕減，攻力150倍攻，3 combo 加算，固定1200萬追打，神 type 回復力2倍啊！哇，咁呢個又要神 type， 又要4式，又要火木啊！咁應該都唔會玩㗎啦。反而作為隊員咧，有個無效貫通啊，同埋強化珠 drop 嘅 loop 咧都幾好嘅。另外啦，佢嘅武裝啊，咁佢個碌屎啦，咁就係加神 type。SB 浮游大眼鏡2個防風技，再加 Team HP 強化，咁2個防風技咧可以幫手一啲冇防風技嘅寵咧，都可以幫助隊伍失夠5個啦去防風技。咁另外啦，技能19 CD 99 turn 強化珠小掉落1 combo 加算，只分意外推3 turn 啊。實質4 SB 武裝啦，咁另外仲有加1 com， 我自己覺得就冇乜用，但係有強化珠99 turn 小掉落咧，都係幫助一啲唔夠加珠嘅隊咧，都可以用翻一啲有加珠掉落去彌補翻一啲減珠啊。OK 嘅咧，新角色6星嚟講。另外啦，下一隻啊呢個木嘅日本神啦，都係6星寵嚟嘅，神平衡 type 防風2 SP 2個防坐5式加珠，再加木章魚燒 plus 2個10 combo plus 啊，見到超覺醒3維強化，木暗木3屬嘅6 CD 技1 turn 之間傷害擊減，6 turn 之間自分傷害上限解放240億，盾2個破壞啊，都係一個自分傷害上限嘅 loop 嚟嘅。咁盾2個破壞咧又多一個選擇啦，咁呢個可能係一個木 combo 隊嘅一個選擇啦。咁另外隊長技木章魚燒發動時半減，攻力100倍攻5 combo 加算，神 type HP 2.7倍，回復力5倍啊，實質5.4倍血嘅木 combo 隊長啊，咁有埋1 turn 擊減咧，我覺得功能性幾唔錯嘅，又可以破2個盾啦，亦都可以有擊減1回合啊。另外啦，佢嘅武裝啊，木附屬2 SP 大防眼鏡大防廢 Team HP 2個防風技16 CD 技4 turn 之間傷害半減，覺醒無效全回復，只分意外推2 turn，都係實質4 SP 武裝啊。咁而且有埋雙大耐性咧，裝翻落去自己本體變成木3屬都幾唔錯喎。如果淨係裝落去自己度啊。之後下一隻啊係乳牛啊嘅迷你版本7星寵嚟嘅。咁頭先2隻都係6星。咁牛咧7星寵嚟嘅，體力回復梯，防風2 SP 2個防坐2個10 combo plus 無效貫通 plus 啊，再加咖啡杯。另外超覺醒係屬性啊，暗火暗3屬嘅25 CD 進化技能，15 turn HP 40% 回復技能進化。進咗化之後係5 CD 技3 turn 傷害吸收無效，1 turn 之間傷害擊減解 lock 一個暗心肺嘅3式陣啊。咁15 turn 嘅 HP 40% 回復咧，幫一啲周回隊咧去作為周回之用咧都足夠噶啦。我覺得15 turn 咁就另外啦，佢喺呢個自回嘅15 turn 之後咧，再有一個5 CD 嘅3 turn 破吸收咧，都係幾啱周回隊啊！咁大家可以諗下啦。咁另外佢隊長技無效貫通發動時傷害半減，攻力120倍攻5 combo 加算，暗屬性 HP 回復2.7倍，都係一個無效貫通嘅5.4倍血暗隊長啦。咁有機會係搭翻一啲暗嘅9同周回隊去做隊員或者隊長之用都可以嘅。
另外啦，佢武裝暗附屬2 SP 2個 Team HP 2個防風技，再加咖啡杯9 CD 技3 turn 之間屬性吸收無效，最大 HP 2.5倍解 lock 暗心肺啊！咁睇下暗心肺呢一個隊咧有冇出路啦。但如果唔係咧，呢件武裝都係幫手撐血啊或者撐防風技啦。咁我覺得實際作用冇咁好，但始終都有個咖啡杯，咁睇下會唔會強化咖啡杯嘅覺醒啦。另外啦，女僕嘅羚羊啊，都係7星嘅 mini 寵，神回復 type， 防風2 SP 2個防坐5色加豬2個10 combo plus 咖啡杯，見到超覺醒再加一個咖啡杯啊！另外就係一個暗火暗3屬嘅25 CD 進化技能，一 turn 之間傷害無效技能進化，進咗化之後係4 CD 技禁燒覺醒全回復。8 turn HP 30% 回復啊！咁係一個4 turn 就有8 turn 嘅30% 回復啊！咁佢裝多件武裝咧都 loop 到佢嘅技能啊！咁係裝翻一個4 CD 嘅武裝都係可以嘅。咁另外啦，佢隊長技暗5個燒半減攻力45倍攻，固定1500萬追打暗屬性 HP 2.7倍。咁我覺得都係有機會啱抽回隊用多少少，或者玩翻新嗰隻合作嘅暗十字隊啦，都用得着佢作為隊長嘅。另外啦，佢嘅武裝暗附屬2 SP 心珠強化 plus 2個防風技，再加心環牌解綁 plus 一個咖啡杯13 CD 技10 turn HP 40% 回復3 turn 之間傷害 combo 吸收無效啊！咁亦都係啱周回隊啊，十分之多嘅周回適用嘅隊員或者隊長。另外啦，琴日嘅最後啊，都係女僕啊嘅 mini 寵，但係6星嚟嘅神惡魔 type 4 SP 2個防坐3個無效貫通 plus 咖啡杯，再加超覺醒都係咖啡杯，暗3屬嘅25 CD 進化技能，10 turn 之間強化豬 100% 掉落，再加技能進化，進咗化之後係7推1嘅技嚟嘅，7 turn 之間最大 HP 全員攻力 1.5倍解 lock 暗心毒豬3色陣，自分又推1 turn， 咁所以係7推1嘅技能。咁睇下暗隊嘅7推1可唔可以再拎翻出嚟用啦？另外佢嘅隊長技無效貫通發動時82% 輕減，攻力100倍攻，固定2000萬追打，暗屬性回復力2倍啊，都係暗嘅9同周回隊員啦，或者係隊長嘅。咁另外啦，佢嘅武裝防風2 SP 防風技無效貫通 plus 大防毒防坐咖啡杯14 CD 技2 turn 之間最大 HP 4倍，全員傷害上限解放200億，自分以外推2 turn，實質4 SP 嘅最大 HP 4倍武裝啊！咁呢個可以度為最後嘅爆發啦，咁全員有200億嘅傷害上限解放。咁另外啦，有8大 reset 咗啦，之後睇下會唔會同大家抽下啦，我自己就未抽嘅。咁今日公開嘅咧，咁繼續公開 mini 寵啦。咁我見到守門員嘅出現啊，5星寵2隻抽蛋龍，第一隻木屬嘅抽蛋龍，龍機械 type。防風2 SP 2個防坐3個暗環牌乘3 9餅，見到超覺醒都係9餅，木3屬嘅5 CD 技能5 turn 貫通無效，再加唔知有啲咩發生啦，隨機技能咁，但都係一個無效貫通嘅 loop 嚟嘅，可能木周回隊可能使用得到啦。另外佢作為隊長入 dungeon 咧就會 drop 彈率 1.4 倍啦。木環牌發動時擊減攻力50倍攻，固定2000萬追打。咁大家睇下佢嘅隨機發動有咩技能，再算用唔用得着啦。不過5 turn 嘅5 CD 嘅貫通 loop 咧，都可能即係周回隊可能有啲用嘅。另外啦，都係5星嘅轉抽蛋龍，都係龍機械 type， 防風2 SP 2個防坐浮游2個10 combo plus L plus， 再加超覺醒3維強化，暗光暗3屬嘅5 CD 技2 turn 嘅雙級無效，再加盾2個破壞，再加一個隨機嘅效果。咁呢一個都係盾2個破壞嘅技能。咁如果大家冇就抽中佢嘅，可以考慮下啦。不過有埋破雙級咧，可能都用途大少少嘅。咁而且本體都有 L plus 當解武裝用。係啦，即係如果即係要講佢嘅用途嚟講，咁要作為隊長潛入時經驗 1.8 倍 ，L 發動時傷害擊減攻力50倍攻4 combo 加算，咁 1.8 倍經呢個都係吸引嘅。咁如果大家冇倍經隊長都可以諗下佢啊，應該守門員都會抽得中噶啦。
另外新嘅南澳 Q 版啊，迷你南澳啦，神體力梯嘅6星重，防風2 SB 防風技2個防坐3個九餅，再加超覺醒3維強化，水3屬嘅5 CD 技，一槍之間10 combo 加算，自分上限解放400億、1200億嘅輸出，再加解 lock 下兩段環水啊，哇！即係直接一個水九餅，再加盾2個破壞，係一隻完美嘅九餅周回隊員啊，甚至乎隊長都可以嘅。咁因為佢隊長技已經係無天降啦，九餅發動時雖係半減攻力100倍攻，固定1000萬追打，水屬性 HP 2.7倍啊。作為一個水嘅周回隊員同隊長啊，都係十分之出色啊。咁傷害都有1200億嘅傷害。咁而且有埋破盾呢，遇到一啲破盾嘅敵人周回嘅時候呢，就更加方便快捷啦。另外喺武裝加神 type 2 SB 無效貫通 plus 2個部位破壞，10 CD 技10 turn 之間傷害輕減，左手邊傷害上限解放300億解 lock， 下兩段變水啊！喂，咁都係裝翻落佢嘅隊伍嘅水隊員之用啦。特別係如果裝落呢件武裝左手邊冇傷害上限解放呢，都可以有10 turn 嘅300億傷害上限解放，而且有埋輕減呢，都係幾啱一個周回隊去用嘅。另外啦，人氣角色啊 ，PAD Set 都講人氣角色嘅執事鬼龍啊，咁係新嘅迷你7星重嚟嘅，龍惡魔梯，防風2 SB 2個防坐，木水同時攻擊強化2個，一個 U plus 再加咖啡杯，見到超覺醒都係咖啡杯嘅水暗木3屬，廿 CD 進化技能10 turn 之間傷害上限解放300億，都係900億嘅輸出啦。另外啦，技能進化4 CD 技2 turn 之間貫通無效，操作時間最大 HP 1.5倍，解 lock 一個水木光暗深嘅5色陣，咁冇火嘅。咁佢隊長技係總 rare 數30以下，全3為6倍啊。咁另外木水同時攻擊功力20倍攻，4 combo 加算，固定1800萬追打。咁一個可能要搭翻啲迷你寵去用啊。咁因為 rare 度可能比較低啲，咁或者係佢自己都本體入翻2到3隻喺隊，咁就773隻就21，咁都可能比較容易砌30 rare 以下嘅。咁呢個到時再睇下會唔會同大家玩下啦。另外係武裝水附屬2 SB U plus 防風條部位破壞咖啡杯攻擊強化14 CD 技解 lock 都係頭先嘅5色陣啦，4 turn 之間貫通無效，自分以外推2 turn，實質4 SB 嘅水附屬武裝啦，咁有埋耐性部位破壞咖啡杯都可以話係應有盡有噶啦。另外啦，執事嘅閱讀咁都係7星迷你寵嚟嘅，神平衡梯，防風2 SB 防風技2個防坐2個10 combo plus 咖啡杯，超覺醒都係咖啡杯。暗光暗3屬嘅廿 CD 進化技能，進化前就係一個40% 嘅重力技能啦。進咗化之後5 CD 技覺醒全回復1 turn 之間盤面70%變化，3 turn 貫通無效全珠點燈，多用途啦，可以對應風角啦，可以對應盤面啦，亦都係對應貫通嘅。咁玩光暗隊咧，可能要用得着佢啊，即係玩新嗰隻靈雀。另外啦，佢嘅隊長技15 CD 固定轉珠，光暗同時攻擊傷害半減，攻力50倍攻，4 combo 加算，暗屬性 HP 回復2.7倍，咁可以考慮下搭隻靈雀去玩啦。另外佢嘅武裝加平衡 Type 4 SB 大手指咖啡杯12 CD 技禁燒覺醒全回復2 turn 之間盤面70%變化，威嚇3 turn。咁如果威嚇到都可以當係實質7 SB 武裝嘅，咁有咖啡杯就有些少嘅加成啦。呢個都當係大家冇啲4 SB 嘅武裝可以留意下呢一隻啦。咁另外啦，新嘅降臨寵都係迷你雅典娜，咁係7星降臨寵嚟嘅，神攻擊 type 2 SB 2個防風技5個 U plus 見到超覺醒部位破壞，光目光3屬嘅3 CD 技1 turn 之間自分傷害上限解放500億，哇，1500億輸出啊！最大 HP 2.5倍，再加點燈，咁 OK 嘅，幾唔錯啊！作為降臨寵有1500億輸出。隊長技固定10秒轉珠，神 type 全3為 5.2 倍，光4個消時，每一個就 2.5 倍攻，1 combo 加算，哇！咁係一個光 U 隊嘅無火力上限隊長啊！降臨寵嚟講幾好噶啦。咁頭先睇翻先，閱讀係 MP 寵嚟嘅，咁又呃大家嘅100萬 MP 攞出嚟啦，咁隨時要換2隻都唔出奇嘅。咁如果大家冇4 SB 嘅武裝呢，咁就要儲定100 MP，100萬嘅 MP 啊！好，咁另外啦都有強化嘅情報嘅，咁就係首先係白虎迷你版嘅新武裝啦，佢嘅碌屎啦都係
防風2 SP U Plus 光暗大家豬，心珠強化部位破壞13支啲技，一 turn 之間盤面7成變化，傷害無效，再加解 lock 光暗心各14個生成全珠點燈。咁呢個係大盤面先生成到14嘅喎，咁呢個可能係搭盤面之用啦。如果唔係心珠咪得好少，得2粒心珠。如果細盤面嘅話，呢個技能要再測試一下。另外啦，代行者嘅武裝新武裝啦，都係神回復 type 加神 type 嘅防風技，心珠強化 plus 浮游光水大家豬回復強化12 CD 技12 turn HP 40% 回復。神 type 功力3倍，禁燒防風覺醒全回復，哇，都係一個12 CD 嘅40% 自回 loop 啊，咁都係周回隊幾好嘅武裝，今次幾幫手一啲周回隊啊。另外啦，一個火龍女嘅新武裝啦，火附屬2 SP 7 combo plus 防風技，部位破壞2個 HP 強化15 CD 技 HP 全回復15 turn 3 combo 加算解 lock 暗心。火暗2色陣盾一個破壞，咁一個3 combo 加算嘅 loop 啦，咁有1 turn 嘅 HP 全回復，呢個要諗點樣用。另外啦，執行者嘅迷你版武裝加神 type 2 SP 3個 team HP 強化暗水大家豬28 CD 技6 turn 之間3 combo 加算，傷害吸收無效，攻擊全體即係會變成攻擊會變成全體攻擊啦，自分以外推4 turn，哇，實質6 SP 武裝喎。咁而且有3個 team HP 強化，呢件幾勁啊！我自己覺得。另外啦，執行者有第2件嘅武裝嘅，加神 type 2 SP 3個 team HP。呢個點解佢擺咗2次嘅？呢個一模一樣嘅。另外啦，一個暗盾嘅新武裝，暗附屬2 SP 2個暗環排成3 2個防風技部位破壞16 CD 技解 lock 最上一列最下一列變暗啦，再加35% 嘅重力技，都係周回隊用啊，暗環排嘅周回隊。另外啦，最後水時女迷你版嘅武裝加神 type 大眼鏡大防廢防風條防風技2個回復強化12 CD 嘅99 turn 木水珠小掉落3 turn 之間傷害半減盤面7成6變化，都係一個木水隊嘅3來性武裝啊！咁今日咧可以話係應有盡有，一次過睇晒2日嘅情報啦。咁呢一個迷你版咧，以22年嘅經驗咧，佢係自己一部機嘅，不過角色咧實在係十分之多啦。咁而且有降臨啦，又有 MP 俾大家換啦。咁我深信應該都有鬥技場俾大家打嘅。咁之後咧再睇有咩新情報啦，或者會唔會有送抽咧？聽日再同大家一次過去睇下啦。咁今日多謝你收睇，如果你未訂閱嘅，記得訂閱。下條片見，拜拜。